各位同學，大家好啊！一年一度嘅世界閱讀日又嚟啦！今年學校都準備咗一連串嘅閱讀活動，俾同學喺輕鬆嘅氣氛下感受到閱讀嘅樂趣。事不宜遲，就等李老師同大家介紹一下學校為響應世界閱讀日嘅一連串活動啦。首先喺世界閱讀日當天，亦即係4月23號，打響頭炮嘅係閱讀獎項頒獎禮。我哋會頒發上學期閱讀科嘅各個獎項，分別有閱讀繽紛樂親子閱讀獎勵計劃、小書設計比賽、華小醫閱讀校本圖書館電子閱讀計劃，仲有活現書中人故事角色扮演最踴躍參與班級獎。最後當然唔少得2024年9月至2025年2月每月圖書館閱讀龍虎榜首3名。除咗頒獎典禮之外，當然唔少得每年最受歡迎嘅活現書中人故事扮演活動。咁同學可以參考返通告492。我哋今年圖書嘅主題係書海名人，即係啲乜嘢啊？其實就係一啲經典故事入邊嘅主要人物啦，歷史同埋傳記人物。咁圖書嘅語言呢，就只限中文同埋英文，內容就必須健康同埋正面嘅。而裝束嘅要求又係點呢？咁首先啦，裝束嘅基本要求就係要符合所選圖書人物嘅特徵，以輕便簡約為主，而且呢，限於可穿戴喺身上嘅衣飾啦，或者係一啲便攜嘅小型道具。咁同學喺揀選裝束嘅時候都要考慮下季節同埋嗰一日嘅天氣。同學仔都要諗下，你着咗之後適唔適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校車或者保姆車呢？同學亦都唔應該攜帶一啲大型嘅裝束道具或者貴重物品，以免造成一啲不便啦，或者係損失。同學仔可以自選一本圖書啦，然後選擇當中嘅角色特徵作為演繹嘅基礎，然後喺4月9號或之前可以上載穿着故事角色嘅裝扮嘅視頻啦，而視頻嘅長度就要3至5分鐘。咁同學就可以將呢段視頻上載喺2024至2025祈禱週會國際語言及全校資訊嘅 Google Classroom 入邊。同學必須喺上載嘅視頻入邊講述翻圖書故事嘅內容，所扮演嘅人物嘅性格特徵，同埋選擇扮演該人物嘅原因，而且畫面必須係可以睇到參加者嘅全身裝扮。所有曾經上載視頻嘅同學仔，你哋都會喺4月11號收到活現書中人活動嘅通行證。咁呢個時候你就可以將通行證張貼喺閱讀繽紛樂第29頁，獲得呢一個閱讀小足跡嘅活動蓋印。活動當天已經報名參與活動嘅同學，你必須喺屋企着好故事人物嘅服飾啦，然後先可以返到嚟學校。而喺4月13號或之前，圖書館主任亦都會透過 eClass 通告通知10位最佳嘅故事人物造型獎嘅同學仔。而呢個活動我哋都設立咗唔同嘅獎項，每位當天扮演書中角色嘅同學仔都會獲得閱讀繽紛樂嘅閱讀小足跡蓋印一個。我哋都會設立最佳故事人物造型獎，全校總共有10名。咁呢10名同學，你哋會獲得小禮物1份。另外，我哋仲設有我的最愛故事人物造型獎。咁呢個就會由全校嘅同學仔一齊投票選出嘅。當然唔少得，我哋仲有最踴躍參與班級獎，最多人參與活動嘅班級，
你哋可以獲得獎狀1張。所有同學喺活動完結之後，完成閱讀繽紛樂第30頁嘅工作紙，更會獲得閱讀小足跡蓋印1個。儲齊30個閱讀小足跡蓋印就可以獲得優點1個。咁喺呢個活動其實都有一啲注意事項喎。如果冇參與扮演活動嘅同學，喺4月23號嗰日，你哋必須穿着整齊嘅體育服返到嚟學校啦。而同學仔喺活動當天呢，都必須要尊重彼此。喺學校或者係課室嘅走廊啦，睇到一啲扮演角色嘅同學仔嘅時候，我哋必須要尊重，同埋我哋更加唔可以弄損佢哋嘅衣物啦、飾物啦同埋道具。而所有因應活動所着嘅裝束，亦都必須由同學自行小心咁保管。上堂同埋轉堂嘅時候，都唔應該拎出嚟玩，同埋整理身上嘅衣物、飾物或者道具。咁俾同學睇一睇上年度活現書中人故事角色扮演嘅時候，獲得優異獎同學嘅一啲照片。我哋見到上年度嘅同學仔，佢哋都扮演咗唔同嘅角色。咁今年嘅同學，你哋都可以發揮你哋無窮嘅想象力，一齊去扮演書中唔同嘅角色。再重複多一次啦，如果喺4月11號或之前，你冇喺 E 卡上面報名或者係上載視頻嘅同學，喺4月23號嗰日呢，你哋係必須穿着整齊嘅體育服返到嚟學校入面嘅。除咗活現書中人活動之外，我哋今年都有同學仔好期待嘅書窩暢讀活動。3至6年級嘅同學仔，你哋可以發揮創意，喺屋企親手製作、預備一啲物料，然後帶返嚟學校嘅禮堂入邊製作一個獨一無二嘅書窩。不過同學喺製作書窩嘅時候要留意啦，你哋咧唔可以咧淨係用一啲帳幕喎，你必須咧係要加入自己嘅創意同埋設計喺裏面。咁同學咧喺參與呢個活動嘅時候咧，亦都必須咧穿着整齊嘅運動服，同埋要帶備圖書閱讀啦。當你喺禮堂搭建完自己嘅書窩之後，同學就可以喺書窩入邊安靜咁閱讀。我哋係唔可以影響其他同學㗎。咁喺呢一度呢，我哋根據咁多年嘅經驗，都強烈建議同學仔，你千祈唔好攜帶一啲你唔可以獨立搭建同埋收好嘅書窩帳篷，同埋呢要預計呢個書窩你可以喺15分鐘內搭建完成，以免搭建書窩嘅時間過長，導致冇足夠嘅時間去閱讀。咁同學呢喺參加呢個活動嘅時候呢，都可以完成返閱讀繽紛樂嘅書窩札記，即係閱讀繽紛樂裏面34頁嘅工作紙。咁當你完成咗之後，就可以獲得閱讀繽紛樂嘅蓋印1個。咁又俾同學睇一睇上年度同學仔喺禮堂搭建書窩嘅情況。我哋望到同學所搭建嘅書窩都別具特色，同埋佢哋都可以喺書窩裏面安靜咁閱讀。至於1、2年級嘅同學仔，你哋雖然冇書窩搭建嘅活動，但其實你哋有師生共讀嘅好時光活動喎。咁1、2年班嘅同學，你可以同老師喺課室入面安靜專注咁去閱讀。而有扮演書中角色嘅同學仔，你可以同同學分享自己扮演嘅書中人物同埋圖書。
而今年我哋更會有升級故事家活動，呢個活動係由3位神秘老師同1至2年級嘅同學講故事。老師分別會以廣東話、普通話同埋英文3種唔同嘅語言嚟講故事。而除咗升級故事家活動之外，我哋都會有少少故事家分享會。1至3年級嘅同學可以喺課室入邊觀看由4至6年級大哥哥所拍攝嘅慷慨圖書影片。睇完影片之後，1至3年級嘅同學可以投票選出最佳嘅說書人。我哋仲會有好書我來推活動，呢個活動同學可以同你嘅同學啦分享自己心愛嘅圖書，介紹內容，包括書名啦、圖書內容同埋一啲讀後感。分享圖書嘅內容呢，亦都必須健康同埋正面嘅。而有興趣分享圖書嘅同學，亦都請你填妥電子回條，以便圖書館主任安排活動嘅流程。咁詳細呢，同學仔可以參考返家長通告492。而同學分享圖書嘅話呢，你可以獲得閱讀繽紛樂嘅蓋印1個。有扮演書中角色嘅同學仔，你亦都可以同同學分享自己扮演嘅書中人物嘅角色啦，同埋圖書。原來除咗4月23號嘅活動之外，喺4月23去到4月30號，仲有一連串嘅閱讀活動，分別就係多讀多分。每位同學仔呢，可以喺圖書館同時借閱2本中文或者2本英文嘅圖書，咁就可以獲得閱讀繽紛樂第32頁嘅蓋印1個。我哋仲有閱讀嘉年華活動，喺有蓋操場設置咗介紹圖書館中文、英文同埋常識科圖書嘅攤位。攤位活動嘅內容會圍繞住圖書嘅內容。而同學仔，你只需要完成攤位遊戲之後，你就可以獲得閱讀繽紛樂，亦即係32頁嘅蓋印1個。而喺4月30號，我哋都會有故事爸媽嘅活動，家長義工會同1至3年級嘅同學仔講故事。喺班主任課嘅時候，班主任會派發當天故事爸媽嘅入場券。每節嘅故事時間，每班可以有3位同學仔參與，全節呢就共有36個嘅名額啦。每位參與活動嘅同學仔，你可以獲得閱讀繽紛樂嘅蓋印1個。哇！423世界閱讀日嘅活動真係好多啊！希望同學仔都可以積極參與各項嘅閱讀活動。亦都希望我哋每一個華人仔都可以喜愛閱讀，有閱讀嘅好習慣。